呢個趨勢動能指標可以自動標示出買入以及沽出嘅信號。佢嘅邏輯係一個趨勢跟蹤嘅指標。當趨勢確立咗，而指標探測到價格經過整固後嘅突破，佢就會出現買入信號，相反就會出現沽出信號。亦都因為佢係一個跟蹤趨勢嘅指標，所以開頭出現嘅買入及沽出信號準確率會冇咁高，但係之後再出現嗰啲嘅準確率就會高好多。而去到後期嘅信號準確率就會因為趨勢有機會已經消耗而有所降低。另外，指標亦會根據不同移動平均線嘅排列，去提醒而家嘅趨勢係處於邊一個狀態，令到作出投資決策時會比較容易。另外，指標亦都會自動標示出近期嘅阻力位，一旦阻力突破，動量就有機會延續，以及如果移動平均線作出45度上升或45度下跌，指標亦會標示出